其实日本吼，在1970年的时阵吼，是全世界交通上歹的国家，比台湾国较差，国较歹。伊就是赫赫有名的交通地狱。哦，但是1970年日本做一个叫做交通安全对策基本法，咱台湾嘛有，当时你敢知？2023年12月，满54年54天。啊，这基本法内底是讲啥？伊是讲一个核心价值，就是讲我这个国家要达到啥物目标。哦，就是譬如讲，我要人本交通，啊，我要车祸零死亡，啊，我要全民便利，一个核心的目标。咱甲2023年才知影讲咱的核心目标伫倒位啦。就拄我讲吼，你若讲是大人，吼，也是这长辈讲，我要换驾照，也是讲我过75岁莫开车，你有啥？你有诱因啊？譬如讲我后礼拜要去台中，我会思考呢，我是开车好还是坐高铁好？我坐高铁了，我要去迄个所在有捷运无？有公车无？足远的我无开车去较方便。你有一个诱因，互伊讲，我较有利，对我较有利，所以我无爱开车。若无，就算讲你有这个换照的制度，还是讲你75岁以上袂使开，伊嘛偷开。迄就敢若讲咱之前讲迄个酒驾嘛，共款嘛，不要酒驾，大家嘛知影不要酒驾。有的人伊无法度，伊就是爱开车。因兜住喺山顶，伊无开车，要哪转去？无要叫行到顶啊天光。顶半场，下半场卖对啊，行到山顶就天光啊，所以你无这个核心价值的时阵吼，你袂达成这个目标。日本伊是安怎来处理的？日本的处理方式，因为咱老实讲，你今日也讲要甲这个高龄者，你要甲伊的迄个驾照啊，要甲收转去，其实这是违反人权。因为讲，咱讲人有出行的自由啊。你袂使讲，你去讲，你有几岁我的你的脚宪法啊，你袂使安尼做，这是袂使。但是日本因做法是安那，因做两大做法。因为咱头拄仔讲，今仔日你也70几岁，你也有这个物件时阵啊，你还是有开车需求怎么办？他们把车子里面他设了2样东西，这样物件叫做 AEBS， 叫做自动紧急刹车系统。安怎讲？你啊，这个头前有物件时阵，你即摆看哦，日本的这个车厂出来的时阵，它有防撞系统。伊个系统，你若伤头前的时阵，伊直接伊车内底电子会被直接甲冻起来，切掉，互你袂行，你就是安尼，这是一个。佫一个怎啊 ？ASV 是佫较先进的，伊是安尼啊，你啊油门瞬间踩得太凶的时候，伊让你减速，伊不会去加落去，也就是讲，你即马你啊，伊个语啊，互你绕语啊，伊有绕语，伊要做的时阵是安那，你即马你过75岁，你会使开车，因为咱老实讲，是大人，你也讲，你像日本有真侪偏远地区啊，你住在偏远地区，你叫伊卖坐车，无塞车无法度，伊就无卡，你就无法度，你就爱回开车。但是咱讲开车，你也车开出来，你袂使变凶器啊！你本来是交通工具，你袂使变凶器啊！那不能变凶器的时候，伊规矩讲，我为了不限制你的自由啊，不限制你的自由，所以讲我踮我车内底，我加几个装置。第一个就是头讲AEBS， 第二个就是 ASV。我2个加入去了后，今日你也开车。是政府补助还是伊爱开？政府补助车厂。哦。政府补助车厂去安装这个你也过到你的年岁到70几岁了后，你也要开车，你就才有这2个装置。你也无这2个装置，你就袂行，就是安尼。